香港良心。歡迎收睇12點半新聞，我係張慧平。先睇下今日嘅新聞重點。林煥光話係未辭行會職務，會再考慮多1-2日。政府話希望免費電視台可以播放奧運賽事。利比亞民眾喺完成半個世紀以嚟第一次民主選舉之後上街慶祝。詳細嘅新聞內容。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同時擔任平機會主席，被質疑有角色衝突。上任1個禮拜，佢仲話考慮緊係未辭去行會職務，但就認為兩者有角色衝突嘅機會係極之微。高祖兒報導。林煥光話仍然未就去留做決定，並非因為擔心會對新班子帶嚟負面影響，只係需要時間聽取意見，未來1-2日會有交代。就係我唔係一個怕打仗嘅人，我唔係怕去做事嘅人，我唔係一個冇承擔嘅人。呢個絕對唔係跳船嘅行為嚟㗎嚇。我所需要考慮嘅就係話，我想聽，既然有反對嘅聲音，我應該要俾呢個空間俾呢啲聲音。我想再聽真啲嚇。佢形容自己係有承擔嘅人，平機會嘅合約至到出年1月，若果要2選1嘅話，佢會辭任行會，繼續完成平機會嘅工作。佢又相信特首梁振英邀請佢加入行會，係因為佢多年嘅公務經驗可以協助施政。行會成員只係顧問角色，同平機會主席兩者有角色衝突嘅機會極微。我哋可能係好高層次嘅一個顧問，但係我哋冇一個實際執行同埋決策嘅權力嘅。咁所以我自己當初嘅判斷其實都係考慮咗呢一樣嘢，就係話我唔應該出現一個真正嘅角色衝突，就係主要就係因為我喺政府裏邊，你話我點樣位高，實際個權就不重。佢唔認為若果繼續兩者兼任會開壞先例。佢又話有需要向公眾解釋角色衝突嘅問題，咁包括一旦日後出現衝突嘅時候，可以避席或者申報，極端嘅情況下更加可以辭職。佢又指有向梁振英提出改善行會運作嘅意見，希望日後非官守成員喺政策醖釀過程入邊可以更早參與，避免決策嘅時候太過倉促。亞洲電視記者高祖兒報導。至於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就話，林煥光平機會主席嘅職務同行會召集人嘅角色冇衝突。行會咧，亦有一套好完善嘅申報機制。如果喺個別案件喺個別政策討論嗰陣時咧，係真係有利益衝突咧，係每個人都可以申報利益。我唔相信，我亦希望林先生唔會辭去行會嘅職務。但係到你唔相信嘅事如果發生的話咧，咁你會唔會想做呢個或者有意接呢個行政會議召集人咧？我冇考慮過。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話：曾經同有線、亞洲電視以及電視廣播3間電視台開會，傾下奧運播放權嘅問題，但係就話政府好難介入商業事務。政府係不宜咧，亦都唔適宜咧，唔方便咧，係介入呢啲商業嘅考慮裏邊。但係我相信咧，佢哋咧係如果係加強溝通，用務實嘅態度咧去解決問題咧，我哋應該係解決得到嘅。喺奧運啊，而家仲有19日啦，希望咧係奧運嘅時間咧，我哋可以喺免費電視嘅平台嗰度咧，可以接收到呢啲嘅奧運嘅。有政黨去到政府總部外面請願，要求政府進一步介入，而且希望各個電視台考慮廣大觀眾嘅期望，盡快同政府制定應變方案，等奧運賽事最終可以喺免費電視平台播放。警方展開反毒品行動，喺尖沙咀一間樓上酒吧拉咗4個涉嫌販毒同藏毒嘅男女。被捕人士包括涉嫌販毒嘅酒吧負責人、2個女職員同1個藏毒嘅顧客，全部人被押上警車帶返警署。探員喺現場檢獲市值大約3000蚊嘅可卡因同 K 仔，以及一批毒品包裝工具。
警方根據線報，凌晨大約1點鐘突擊搜查尖沙咀山林道一間樓上酒吧。現場消息話，警員喺間房入面發現有人喺度吸食毒品。過去20年咧，唔少人返內地讀書或者係做嘢㗎。有港商同香港人回歸15年嚟都有唔同嘅經歷。咁隨住嚟內地高速發展，整體營商環境亦都大大改善，但香港專業人才嘅優勢就明顯減少啦。駐北京記者施樂秋報導。從事銷售行業嘅潘生，早喺90年代初返去內地發展，而家喺北京長住，不時會同朋友去粵式茶樓聚舊。佢話已經適應內地大城市嘅生活，內地人對香港人呢個詞語已經冇咁敏感。你回歸後，尤其是頭嗰幾年咧，好敏感。我記得試過幾次，人哋話介紹你邊度，我香港嚟嘅，我係香港人咁。咁佢覺得你香港人，你係中國人喎，點解你講你自己係香港人啊？咁我哋會好小心同佢解釋啦。我會舉個例，譬如話上海嚟嘅人、廣州嚟嘅人，佢會話我係上海人，我係廣州人。除咗生活環境同埋文化習慣，近年喺內地嘅營商環境比過去10幾年改善咗唔少，尤其係簽訂 CEPA 系列協議，多咗港人北上發展服務業。從事會計嘅梁生20幾年前返去內地做開荒牛，但佢話而家香港嘅專才已經冇咁吃香。以前係啲公司老闆要嗌啲香港人，你去中國啦，我俾好高人工你，可能比香港俾30%或者俾40%或者50%。咁而家反而調轉咗，而家反而調轉真係可能香港好多人要上嚟，但係要揀。而家到15年之後咧。其實好多本地人已經其實好好㗎啦，佢哋已經做到中層，有啲做到高層添。咁所以其實個需求向中國人咧，亦都香港咧亦都少好多咯。佢又認為香港比較年輕嘅一代，如果有心翻去內地發展，可以試下離開北京、廣州、上海等地方，去其他2、3、4線城市發展，可能有更加多機會。亞洲電視駐北京記者施樂秋報導。國際消息。經歷戰亂嘅利比亞完成60年嚟第一次民主選舉，選舉委員會話投票率有60%，禮拜一會有初步結果。喺首都的黎波里，唔少民眾投咗歷史性嘅一票之後上街慶祝，為國家邁向民主歡呼。選舉委員會話投票率有60%，大約120萬個選民投咗票，全國98%嘅票站正常運作，投票過程大致平靜。不過東部地區民眾唔滿意東部議席分佈少過西部，繼續發動針對選舉嘅攻擊，燒咗幾百張選票，又呼籲選民杯葛選舉。而早前選委會倉庫被縱火嘅艾季達比耶，更加有大半嘅票站遇襲，有人企圖搶走投票箱，被開槍擊斃。利比亞嘅國民議會選舉被視為係推翻前領袖卡達菲極權統治之後國家重建同民主嘅里程碑。民選嘅國民議會有200個議席，肩負祖國同選舉總理嘅重任。外界預料利比亞同突尼斯以及埃及一樣，會邁向伊斯蘭派別掌權嘅政治格局。穆斯林兄弟會組成嘅公正與建設黨被睇高一線。有分析認為，利比亞經歷動亂，長期缺乏民主，政黨又唔成熟，長遠嚟講，利比亞需要建立可靠嘅司法體系，而且要重新構建國家機構。阿富汗重建國際會議喺東京展開，商討對阿富汗經濟援助嘅問題，計劃4年之內籌160億嘅美元幫助當地重建。姚潤發報導。會議由日本同阿富汗聯合主辦，70幾個國家同組織代表出席，包括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以及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喺開幕上致辭，指幫助阿富汗重建係國際社會嘅責任，承諾將會為阿富汗提供30億美元嘅援助資金。潘基文喺會上亦都表示，阿富汗嘅基建發展仍然脆弱，國際社會應該繼續提供援助，否則將會犧牲當地人民為民主嘅付出，以及國際社會10年嚟嘅努力。卡爾扎伊就承諾會妥善運用國際社會提供嘅援助資金，各國將會落實4年入邊募集160億美元，幫助當地重建，避免2014年北約部隊撤出阿富汗之後，當地回復貧窮同動盪嘅局面。
喺會議前一日，希拉里特訪阿富汗同卡爾扎伊舉行會談，表示華府已經將阿富汗視為美國嘅重要非北約盟國，將加強兩國防務合作。希拉里亦都表示，美國會繼續協助當地重建經濟，推行必要嘅改革。亞洲電視記者姚潤發報導。約旦一個國會議員喺直播電視節目同另一個前議員辯論嘅時候，懷疑情緒失控，唔單止向對方掟鞋，更加掹槍指嚇對方。廖許君報導。直播節目請嚟現任同前任國會議員辯論敍利亞危機點樣影響約旦局勢，不過開始冇幾耐，兩人就互相謾罵。右邊嘅現任議員沙亞卡不斷指罵對方，而左邊嘅前議員穆拉德隨即還擊，話對方嘅國會議員議席係靠買票得返嚟㗎。沙亞卡一怒之下除鞋掟對方，穆拉德及時避開咗。喺主持人企圖分開兩個人之際，沙亞卡突然掹出銀色嘅手槍，穆拉德冇理到，上前繼續同沙亞卡理論，兩人互相推撞。主持人去到兩個人中間勸交，沙亞卡過咗陣先至將手槍放返入褲袋。節目播出大約2分鐘就要腰斬。穆拉德事後接受訪問話，冇諗過對方會情緒失控，決定採取法律行動，向警方投訴沙亞卡作出死亡恐嚇，希望國民判斷事件邊個啱邊個錯，並且促請國會嚴肅處理事件，捍衛國家形象同埋聲譽。亞洲電視記者廖許君報道。中國外交部重申，釣魚島以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嚟就係中國嘅固有領土。外交部發言人劉慧文回應日本政府打算購買釣魚島嘅時候話，釣魚島以及其附屬島嶼係屬於中國嘅領土，中方對此擁有無可爭辯嘅歷史以及法理依據。中國嘅神聖領土決唔允許任何人攞嚟買賣。中國政府將會繼續採取必要嘅措施，堅決維護對釣魚島以及其附屬島嶼嘅主權。湖南有貨車喺高速公路故障，司機竟然冇即時報警，反而喺公路上面瞓覺。姚潤發報導。喺湖南嘅高速公路被車處停咗架貨車，咁司機去咗邊呢？竟然喺車尾。真的是哪裡？真的啊！這個地方也不是你睡覺的地方啦。原來貨車中途故障，司機冇即時報警，反而俾同行嘅人去揾車房修理。司機就趁空檔瞓喺陰涼嘅車尾。唔好以為咁樣好出奇，其實唔少嘅司機都會喺公路度揾陰涼嘅位置休息。你們在高速公路上面怎麼能夠席地而睡呢？是吧？太危險了吧！咁樣停車又冇警告牌，好容易會引起意外。而避車處係緊急車輛嘅通道，阻礙通道會令到緊急車輛冇辦法喺最快嘅時間趕到現場，拖慢救人嘅時間。而喺內地，喺高速公路隨意停車係違法，會罰款同扣分。亞洲電視記者姚潤發報導。烏克蘭一架載住40幾個俄羅斯東正教徒嘅巴士發生意外，14個人死亡，20幾人受傷。出事嘅巴士車廂破裂，零件散落一地。事發喺當地時間禮拜6嘅清晨，40幾個俄羅斯人搭車去烏克蘭一間東正教修道院朝聖。巴士去到烏克蘭北部地區嘅時候，衝出高速公路反側。新聞報導完畢，再會。